现在即届花莲地动受到损长的天王星大楼，目前要继续伫咧拆，按算18、19就会当解除管制。不过，这拆除的工程嘛，造成附近有一栋100多年历史的日本厝受损，附近而且做生意的店头嘛受到影响。里长希望县府嘛会当甲这的厝边来到补助。另外，伫斯卡当报道，迄对为新加坡来的翁仔某，到当时也未找到人。不过，因为一直有土石放落来，所以目前是先暂停搜救。花莲天王星大楼赶紧咧拆，按算化工机这一边的 H 型钢已刷掉，所以用两边向中的方式来拆。18、19有希望解除周边管制。很多落石往我家掉，掉了之后造成我们家日式房子就是屋檐的部分石头掉落毁损，然后旁边的玻璃破损。黄小姐讲，拆进前就建议要有防止石头连落的防护措施，即嘛唔那无防护，还佫造成家己100年历史的厝遐甲壁拢损坏。对邻房，因为拆除损伤的部分应该也会透过善款看看能够给一些这个相关的补偿。唔那有建筑受损，拆除作业在管制区也影响附近住户甲店头。就今天比较有生意而已。其他天大概都是完全没了。灰尘比较多啊，我们自己也防护嘛，我们都可以体谅。在范围内，然后没有办法去做生意，那相对的他们也是损失。我觉得可以建议县府说，这个也把它纳入在这个里面。另外，救援斯卡当报道，虽然新加坡翁某最近土石陆续有崩塌情形，救援队甲家属协议，先暂停搜救行动。目前灾区不适宜进入搜索，也与家属协议后，同意即日起暂停搜救行动。未来等灾区无危险记录，而且有发现未确信事情，会够启动搜救。记者综合报道。